唯一继承。我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一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国际大代志。这是日本奥基纳瓦县那霸市世界遗产修理城半暝大失火，规火光窜起伫半空中，暗时哪日是共款？正电也有北电规拢烧了了，火阁导到南电和其他的建筑。上新的情形，赶紧联络咱国际中心的编辑单伟林来带咱了解。伟林。好的，主播，根据了解，这场大火是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40分左右，也就是台湾时间的1点40分。当地消防队出动30辆消防车以及100名消防员投入救灾，但由于木造建筑燃烧得很快，而且当地刮起大风，尽管消防队全力灌救，火势还是不断燃烧。由于火势是相当猛烈，就怕燃烧到附近民宅。那霸市政府紧急在深夜设置避难中心，并疏散附近住户。幸好火势并未延烧到一般住家，而火势是一直到凌晨5、6点才获得控制。这过程当中还传出一名40多岁的男性消防员出现脱水症状，他被送医治疗。透过现场的空拍画面可以看到，首里城的火势在半夜烧得很旺，不过在清晨的时候大致上已经都获得控制。不过正殿、北殿跟南殿等6栋建筑几乎烧到连骨架也不剩，燃烧面积达到4200公尺。现在城区内几乎满是焦黑的残骸。首里城是一座琉球式的城堡，建于大约500年前，也就是琉球王国时代。它在1933年的时候就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并且在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年可以吸引250万以上的观光客。不仅是冲绳重要的名胜古迹，也是琉球文化的重要象征。就连日本的2000元纸钞也能看到首里城的牌坊。而其实首里城在2战的太平洋战争时期也烧毁过一次，日本政府是后来在1992年进行重建，而且当时是在没有参考资料以及供电木工的情况下重现古迹。当时参与重建工作的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就表示，看到首里城被大火吞噬的景象真的相当痛心。他表示，重建工作是许多人的心血结晶，不仅复原了建筑物，就连城内的许多道具也都重现了。现在所有人的心血几乎都付之一炬。至于起火的原因，有日本媒体指出，是因为首里城从27号开始举办首里城祭，要求重现琉球王朝的荣景。祭典分别在27号以及这个星期六跟星期日登场。有些准备工程被迫在深夜赶工，可能是施工不慎所引起。不过这一点还有待当局厘清。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镜头交还给主播。好，多谢伟人。另外，这方面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因为不满网络有人咧黑白骂伊，阁有人酒参伊的老母，办公室收集证据了后，决定咧今仔日来到刑事局来提告。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叶婷来才能了解。叶婷。好了，主播各位观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呢是宣布不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但是网络上呢还是有很多的黑锅言论，甚至呢是涉及到了诽谤郭台铭，甚至还有攻击郭妈妈。因此呢，今天郭台铭办公室的发言人蔡庆瑜以及刘宥彤呢是来到刑事局提告，来听他们的最新说法。郭奶奶是郭台铭先生最重视、最用心想要保护的人，但是网络上这些字眼竟然用诅咒这种方式来骂人，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气愤哈。那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哦。我的女儿在2岁的时候罹患血癌，我自己是跟我先生是拼了命的把她救回来，但是呢，他就会讲说你的女儿死了才好。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哦，没有必要用这种字眼。我们难道活该被欺负吗？那不要因为你自己的立场不同，然后就在网络上这样子的谩骂。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蔡庆云是一度是讲到哽咽的，因为黑锅言论呢是不止攻击郭台铭，就连幕僚蔡庆云以及刘宥彤也都是受害者。郭办说呢，从7月初的初选之后呢，就开始搜证，目前呢已经搜集到了200到300多位的网友的攻击言论，而今天呢到刑事局提告，就是希望呢不要姑息这些网络的攻击者。以上是记者掌握到情形，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叶婷，另外这方面赶紧来关心韩国族上新的现场。很多住在都市的是蛋黄区，住在偏乡的是蛋白区。我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大家一听就懂。很多蛋白区的原住民朋友，因为离蛋黄区太遥远，很容易被忽略掉，很容易被忘记它的存在。所以我们在高雄有3个原住民部落，3个原住民乡。我坚持有4样事情，绝对不能让原住民的朋友吃亏、受到委屈。第一就是教育，原住民的小朋友跟下一代一定要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以及教育的机会。第二，医疗，原住民在偏乡地区的医疗绝对不能因为地理位置太远、人数太少受到影响。第三，建设，不能因为原住民人数少，建设就7折8扣，这是不可以的。第四，非常重要的经济，原住民朋友很大的困难在于他会种，他会生产，他不会卖。这个原住民朋友吃了大亏。也就是在山区，大家知道拉拉山水蜜桃这一段时间卖得非常好。如果在偏远的地区呢，我们种了非常多的水果，非常多的茶叶，非常多的爱玉，卖不，甚至一些高山的很棒的蔬菜卖不出去，或者不会卖，或者被剥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原住民的经济理论上来讲，只要能够生产跟销售能够合理化，原住民的经济就可以改善。简言之，我对原住民的问题的看法是真的有用心。教育、医疗、建设跟经济这4个主要的工作，原住民区域绝对不可以受到任何的欺负。我在高雄市，我们大家都知道，高雄市是负债欠钱全国第1名，我们负债3300亿，我们财政非常困难，每一个单位预算都要减3%，只留97%。但是我要求原住民3个乡镇的钱1毛钱都不能减。为什么？我们必须还给原住民朋友一个公道。长期被忽略，长期不是用心，不是用自己的心来照顾原住民的朋友，这是不可以的。只要碰到原住民，就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快乐。原住民朋友带给我们的一种感染力，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觉得这种原住民的精神，何尝不是台湾价值里面最宝贵的元素？台湾人善良、勤劳、认真，也重教育。但是我们只要想想原住民朋友带来这么多的欢乐，整个台湾从台湾头到台湾尾，处处充满着欢乐，这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吗？我们要追求的很大的目标，在原住民朋友身上都已经拥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了原住民区，内心特别的解放，特别的快乐。为什么？只要碰到原住民朋友，都会感染我们。我们必须要继续让原住民这个精神，散漫的整个传播到全台湾，让大家都能够快乐。但是，长话短说，我这次从屏东、高雄、台南、嘉义、云林、彰化，今天到了桃园，我跟大家报告，过辛苦日子的人太多了，太多人民过得太苦。既然日子过得这么苦，要快乐就不容易。所以我这一趟土地倾听之旅，我个人收获很多。我真的感觉到我们从事政治活动，我们肩膀上的责任非常重大。我时常讲，在人间最大的官是总统，最小的是村长、里长。我们都是有一个目标，让投票给我们的人能够得到好的照顾跟服务。所以这一趟土地倾听之旅，
我真的感触非常的多，好多台湾人民过得好辛苦，所以2020年1月11号，各位复兴区的乡亲父老，各位我们原住民朋友，为自己投一票，这一票投下去，不是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这一票投下去，我们还要追求更棒的目标，台湾安全。谢谢各位原住民的好朋友，复兴区的所有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姐妹，我爱原住民，原住民爱我，谢谢。好，咱即马听到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拜4拜52天的行程安排到桃园，今日头1点来到朱湖来拜年，再来到复兴区参加原住民奥运会活动现场。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去年10月，这个姓郑的查甫叫做郑阿显，和另外一个姓的查甫，伫台北市南京东路无牌批车，因为车辆袂调，拢入去顶仔卡，引起就是对当咧扣资源回收扣二纸姓的翁仔某，和一个姓郑的保全，拢总3个人不幸无命。其中，这个郑阿显一审互法院判13档，伊搁再上诉，嘛甲法官求情，讲会赔偿每一个受害者500万。昨昏2审改判12档，另外一个是判6档，会当搁再上诉。去年10月11号，尚雅轩甲朋友黄友婷伫咧台北市南京东路顶悬无照驾驶开着左内的车，超速失去控制，直接就弄入去顶仔卡，造成受抓伤害姓黄的翁仔某甲一个大楼的管理员重伤来死亡，弄死3个人的尚雅轩一审判13年来上诉，2审判决出炉，改判12年有期徒刑。觉得一审被判太重了吗？和解金要怎么筹出来啊？挂着目镜，尚雅轩伫咧法警的介护之下，今日去法院听宣判。一审法官认为2个人拢有前科，按照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秩序罪，判13年甲11年。2个人来上诉，尚雅轩甲法官讲，家己少年毋捌代志，这条命是捡到的，愿意用家己的一生来弥补错误。黄友婷是希望法官会当考虑伊也有老母甲囡仔爱饲，会尽力来赔偿被害人家属，希望会当判较轻的。2审判决结果，2个人改判12年甲6年的徒刑，阁会当上诉。尚雅轩嘛提出和解的方案，目前已经甲姓谢的保全的家属达成500万的和解，嘛讲会赔偿另外一对姓黄的翁仔某一个人500万，但是家属无同意，认为尚雅轩只是为着要减刑。他们也只是口头讲讲而已啊，实际上他们什么动作都做不出来啊。为什么要先找保全那一方先做和解？对不对？他主要的考量也是说，我看能不能让我儿子少判一点。大汉后生讲甲真激动，目眶拢红啊，嘛表示并无接到社家的人来咧联络，未讲看袂到生意伫咧倒位。但是尚雅轩的老母也是四界咧做线工，拍拼咧装和解金。那能借就尽量借啊，我们不去想什么，就是赶快抽签。我们也不想说，因为拿这个钱就要和解。我知道。是真的很困难啊！提出后事亲手写的批内底拢是忏悔，尚妈妈嘛干那希望会当尽全力来赔偿死者的损失，但是因为贪算超速，造成3个人不幸死亡的悲剧，受害者的家属干那希望嫌犯会当真心来忏悔，毋是因为想要减刑来乱开支票。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有人想空想芳，中华地检署抓到头一件发票骗人中奖的案件。检察官调查发觉讲，嫌疑犯牵涉到用空壳公司，逐期甲国税局买几落百张也未用的发票，等到中奖的号码一个公开了后，家己拍中奖的号码去领奖，3年来大抽1500多万。42008，交发票摕出来一张一张对，就算发票几落百张，嘛共款无遐尔好着。毋过煞有人一声就着10几张，阁是逐期拢着。互国税局的人去邀疑，向检方通报，检方查到34岁姓詹的查甫人，甲33岁姓罗的查甫人，涉嫌设空头的公司来领发票。动用的国税局人数大概有数百人次，从兑奖的发票中去一一比对出有异常提领的发票。
咸环街啊开7间加水站，108年7月初8，向国税局买170万张的空的发票，开244800块，等到发票开奖了后，甲得奖的发票竞出来，再搁拍10块、20块的金额起哩，200块到20万的得奖的奖金，拢总有220万。3年来用同款的手法诈骗国库，拢总1596万。该集团的成员分散到各地点去兑领，从105年11月间起，兑领的发票已经达到5万多张。按照主计去找迄7间空头的公司，结果发现其中1间大门关起来，另外1间厝内涂骹敢若就藏几啊箱的发票。中华检方出动100人来侦办，当场查到800多箱的空的发票，拍发票的机器，拢总传12个人到案说明，发现人头可能超过100个人。尾啊，姓罗的主嫌封关起来，姓詹的查甫人10万可交保。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还有今日国庆连假发生2件外送人员车祸不幸无命案件，嘛引起大家真关心外送人员的安全问题。劳动部大动作，抽查9间外送业者，其中就Foodpanda也有 Uber Eats 在内，拢总5间业者，和外送人员算是头家辛劳的关系。这业者拢无替外送人员来保险，治安署嘛根据劳基法的条文，针对无保劳保、无办头家辛劳会议，移送地方的主管机关要来罚。伫咧马路上看过去，美食平台外送人员4个拢看会到，都伫咧进前外送人员发生死亡车祸了后，业者对外送人员的安全保障敢有改善？劳动部针对9间外送平台来做劳检，上新的结果认定有5间业者属于头家甲辛劳的关系。移送这5个个案，还是把所有没有保劳保的人全部一起移过去？我们最大的困难要先滤定他是不是承揽雇佣关系。下一阶段，如果这个劳动的环境是更恶劣的话，我们也不排除做下个阶段做后面的那个的研议的展开。这2个礼拜，劳动部根据契约的内容、外送人员工作的方式，也有听取规范来咧抽查。其中，家己有外送人员的Foodpanda、Uber Eats、小蜂鸟这5间外送平台，拢会当完全来指挥外送人员，嘛有清楚的规定甲管制，契单嘛有听取。因为安尼，所以确认是头家甲辛劳的关系。另外，有无外送这间平台业者是透过货运公司的外送人员来咧做外送，所以判定头家辛劳的关系是伫咧货运公司甲外送人员之间。除了有无外送有为外送人员来投保以外，其他5间的业者拢无替外送人员来保劳保。治安署嘛根据劳基法条文，针对业者无来保劳保违规的情形，依请来处罚。检查劳基法的相关条文，那违反劳基法条文，比如说劳工名卡没有备置，会移请地方政府做后续的行政裁罚。另外，包括护送3间业者，因为外送人员会当同时间来做其他的工课，而且嘛无听取的规定，所以判定外送人员属于接头路的关系。治安署嘛呼吁这3个平台的外送人员会当透过职业工会来保劳保，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市场要来关心，这是租厝的市场，因为囡仔生少，加减影响到细厝的市场。9月开卡较单，算已经1个多月啊。学生囡仔拢已经去读册啊。另外，外地学生有的是住学生宿舍，有一寡会伫咧学校附近细厝。因为即马学生囡仔变较少，嘛加减影响到租厝的市场。根据统计，咱看到规台湾大学附近要租人的空厝，最近3年增加超过2成4，拢囥咧市网。街路4个拢会当看到细厝的广告，真侪套房拢在等厝卡。过去学区的套房拢是新抢新赢，不过今摆社会囡仔愈生愈少，影响到细厝的市场。靠收厝税咧生活，厝头家感受上深。以前一抛出去，学生电话就来了，很快就租出去了。现在比较难，也有人看了，但是他们就会考虑比较多。少子化是其中一个。过去大学一个放榜，休热7月8月，学区的套房学生拢会来敲电话要看厝、细厝，电话接袂完，厝一个就甩出去啊。不过今仔已经到10月啊，所以也是有厝无甩出去。根据网络的统计，全台湾公立大专院校附近无人甩厝近10名，前4名拢伫台中市。第1名是中国医药大学，为2017年的1583间，到今年的1962间。第2名是台中科技大学，为1368间到
经700间，第3名是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今年到今各1618间坑咧赢，全部拢加超24%。在单一商圈，譬如说只有一个学区就没有任何东西，这种的风险就比较高，房东就可以他就会降房价或是增加配备。卖厝的业者认为，其实空厝的变多是正常的，因为时间愈久，厝就会愈久，无人要税，时间就会变长。不过囡仔愈生愈少，对细厝的市场造成的是全面的影响，袂干那影响到某一间大学附近尔。若是厝头家希望厝会当赶紧税出去，凡细甲厝税降落来，真紧就会当找到厝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改变要来关心，为这个月起，真侪民众去素食店点料理，拢会发觉讲已经看无纸壳啊包装。原来业者为了要倒相挺环保话题，甲本来3款真手持的芳膏，用这个纸壳啊底，即马改做用纸落啊底，按算讲会当降低差不多8成1纸张的用量。另外，为下个月初6起，若是坐车点料理，还有网络点料理，业者嘛袂阁再主动提供塑胶束讲，希望会当替环保尽一份心力。素食店的店员无用试插，将烧烫烫的芳膏包起来。真侪民众最近去麦当劳点餐的时阵，会发现拢看袂到纸盒的包装，因为对10月开始，业者搁再来杀出环保的新计划，3款热销的芳膏来替换原本的纸盒，改用4合一的包装纸，以算会当减少81%的纸张的用量。应该可以减少一点纸的产量。如果没有保护好的话，可能汉堡就压扁。来麦当劳得来速还是可以拿到塑胶吸管，但从11月6号开始，店家将不再主动提供塑胶吸管。除了无要过来用纸盒以外，素食店扩大限塑的范围。后个月开始，车道点餐甲网络点餐嘛袂过再主动提供塑管，改用就口杯，希望继续降低塑胶的使用量。素食店统计，用就口杯以后，短2个月，甲去年同期相比，塑管的总用量降75%。不过限塑政策，民众的看法拢无相同。这对我们的下一代是好的，可以减少就塑胶的使用量。发现那个没有吸管，我们喝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就感觉不小心倒太多到了嘴巴。那麦当劳另外一间素食业者昆德家减塑就路以后，嘛已经减少超过8000公斤的塑胶用量。摩斯芳膏嘛，伫咧7月份开始，无提供伫咧内底食物件民众来用塑胶的束管。对去年开始，用家己拿来杯仔优待的活动，嘛已经减少差不多50万的纸杯仔。素食业者除了对着政策来行，嘛希望扩大范围，会当提悬经营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这阵日本真是惊啉珍珠牛奶茶，即马还阁有台湾的小姐抢到日本去。有一个日本服装牌子杀全新的产品，叫做温州大变色，含有帽仔 T 恤，短5天内卖甲无货。详细一个甲看，这领肤色衫头前面是印温州大变色，还阁有插2分的字，后壁直接放温州大变色的菜单，互一寡网友看了到地足爱笑。毋那伫咧日本，过去嘛有美国出名野球帽仔牌子，伫咧帽仔顶面印台湾珍珠牛奶茶。假牌，互咱台湾的民众看了到底，感觉足亲切。前一阵日本真是惊珍珠奶茶，毋但甲摕来做菜料，连主题乐园嘛跟咧死行。即马台湾小吃的好滋味死行归日本，毋但这个珍珠奶茶真请赢，连温州的大变色嘛要来插一卡。甲像日本服装的这个品牌官网，会当看到温州大变色这几落字，原来是这个服装品牌要来杀全新的产品——温州大变色连帽衫。甲看这领连帽衫，伊的正面是绣温州大变色甲这个插饭的字，那伫个骹只片印的是温州大变色，上有地方开口的黄色菜单，规张都甲搭起哩。这一领爱入票990块，量期约合台票3000块。第26迄天开始卖，不过伫个短5天内，所有的赛事都拢销甲空啊！这款的买起这么旺，台湾的民众唔知有甚么款的看法嘞？我觉得非常的有梗，我觉得超级有趣的。要是我也觉得穿这种衣服很酷，而且他这样搞不好去那个温州大馄饨的店，就不用再拿菜单，也蛮环保的。就是一般很传统黄色啦或粉红色那样子的，菜单印在他们的 T 恤上面，其实很表现出一个庶民文化，就是在地的一个文化的部分。就连服装设计系老师嘛，真学到讲伊真有创意。老师分析讲，即卖有真侪设计拢来斗大生活，甲在地文化甲变做实行。若讲咱这个台湾美食甲印伫个衫顶悬，即卖毋是头一摆。伫9月时阵，美国出名的野球帽仔品牌
嘛捌来杀出咱台湾的限定版。伫无爱头前嘛有用奶茶鸡排，安尼互民众看到真大心。即马台湾的好食面当咧施行，毋但会当食到巴肚，嘛会当穿伫个分数顶悬。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寡人为了要省寄物件的钱，会甲几落件包裹绑做伙寄，若是无绑好条，机器无法度自动分类。另外，运到一半落去，寄到收件人的手头，敢若剩有大地址的迄一件。为了要避免这款的情形发生，邮便局为10月起，无要搁再收无甲无好势或者是散去的包裹。另外，寄航空海运的包裹过去，互海关查到赖达或者是锂电池这违禁品，罚款拢是中华邮政出的。为明仔载，也就是新历11月初1起，寄的人都要家己负责。伫邮局寄包裹，真侪人为着要省钱，拢会甲2-3件货物甲绑做伙。原本一箱邮资爱70块，2箱爱140块，不过若是2件甲绑做伙，简单爱90块。不二个嘛，定定因为安尼有民众甲2-3件物件甲绑做伙，不过因为绑无好势，物件煞落去，等到物件寄到位的时阵，煞简单剩有大地址迄箱尔。为着要避免这种的情况搁再来发生，中华邮政从后个月初1开始，ក៏无要搁来收密封无完整的包裹。你好，小姐，我们11月1号的时候要装箱包裹，不能2个这样绑在一起。这个脱落的话，拆成2件或3件的话，那变成是说有一半没有处置哦。这个除了不能做自动化处理以外，另外也不知道把邮件送到哪里，就会造成处理的困扰。民众寄航空也是海运的包裹嘛爱张持，较早捌去互海关查到耐达、铝啊电池，也是有化学成分的物件，罚款拢是中华邮政家己吸收的。不过从后个月开始，寄物件的人家己爱付2万至10万块的罚金。另外，中华邮政嘛来释出青光邮局，专门来替上班族来改因的营业的时间。从11月初1开始，北中南各一间邮局就开始咧实施，每礼拜1到拜5，从中昼12点开始营业到暗时7点半。安尼要去邮局办事的上班族，都唔免偷早班。邮局的人会等你到下班。到11月中，伫新北市、桃园市、台南市，嘛有一寡邮局会对咧做。这个邮程的新改变，咱民众会当较加张持咧。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前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家安在内几落个人，针对到太阳花学运引起到324事件，要求国家赔偿。即马台北地法院一审已经宣判，认为讲台北市市政府还有台北市警察局应该爱赔偿总金额1111570块银。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下午有上新的回应。第一点这个我们昨天才听到判决了，等收到判决书后会再确定。不过这样太阳花学运到现在已经5年了，这个判决也这个法律程序我觉得还是太慢了。那太阳花学运我还是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完全是司法事件。所以在我们当然是尊重法院的判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顾虑基层员警的士气特别是。现在都说基层员警，那到当年是谁下令的？这也没有去处理。所以那现在的话，你个人你怎么看这一次的判决？因为现在就是警察的士气被打击，然后现在有传出就是说，那以后是不是变成警察都要变成消极执法？我刚才讲过嘛，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啦。我还是把它定义成一个历史事件，不要把它当作单纯的司法事件。所以有时候这个警察方面他会觉得，第一点警察是奉令执行公务嘛，所以出问题也不能当是全部是基层员警在负责的，到底是谁下令的，这个还是要另外处理。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希望就是更高层级的人来为这件事情来做？那如果把它定义成历史事件的话，政治问题就政治解决了。另外一点是说，如果说警察要判，常常是这样的警察跟民众互相有告诉嘛，然后民众这边全部都不起诉，那警察那边是不是同样要不起诉处理？我觉得有时候也要公平处理但我个人态度是这样的，我们当然还是尊重司法判决的，但是作为台北市长，还是要顾虑基层员警的士气。可是反送中后又有太阳花事件，所以您觉得司法有没有政治上的考量？这个我倒讲，我很不喜欢谈论司法的，因为虽然我常常对司法很感冒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司法是公正公平的是可以被人民所信赖，所以这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有过程当中有没有
就算心里面不爽，我也不会去不太愿意去批评司法或干预司法。但是现在的，你觉得这次公平？我刚才讲过啊，其实太阳花学院不要当做单纯的司法案件啊，它有时候要当做一个历史事件来处理，恐怕会比较好。但是现在大家把这一次的判决来跟香港反送中来做成一个对照，两边的政治情况也不太一样吧。所以那这样子以后警察执法跟民众上街来抗议陈情，这样子要怎么去拿捏这界限？不是很难。所以我每次都所以我倒是讲，我对台北市的警察，然后每次都说我们依法行政，所以每次说，所以说为什么说你要申请那个集会游行，一定要收保证金，该扣钱就扣钱，该开罚单就开罚单。我每次都要求我们的警察还是依法执政，严正执法。我也觉得应该这样来啊！如果大家都开始公平公正，你看依法行政，其实就不要这种政治事件就会少掉。市长，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场景换到北市府遭学生闯入的话，您会支持警方强制的驱离？那第一点我们在执政上面，我们不会去做到说什么人家要来什么冲撞台北市政府，而且我们通常我们也不会太去。我认为在我执政之下，我们不会去说人家来进攻台北市政会被民众认为他是对的，是合法的。我做法一向都依法行政所以你抗议就在抗议区你要怎样？我倒觉得我还是把太阳花学院定义成是一个历史事件他的判决里面有写到，就是说警察不应该把人民当作是敌人，以这种报复或是仇恨的心态去攻击人民。这种字眼也太奇怪了。这警察不还是这样拿还是一样，我的态度是这样拿我很不喜欢去批评司法，虽然有时候内心很感冒一下。但是这样的一个司法还是要成为一个人民可以相信的系统。再问一下，说陈辉文认为韩正营应该要挖角学姐，那价码出得够高啊！你要挖得过去价码出得够高就挖得过去。他们要努力出价吗？你觉得要出多少价才？我不晓得。所以你觉得挖角过去韩市长的那个声势就会上涨吗？哎呦，主动问这题目干什么？奇怪。市长，我们看说就是左荣泰说国会未过半的话，他会请辞负责。那你崇尚科学跟数据，你可以帮我分析一下他这个请辞的几率有多高？第一个我不算命，你知道，也不做政治名嘴所以我说用科学的数据、客观的分析，你怎么看？通常。越前对吧？你去念那个 YouTube 那130那个前提越清楚的时候，预测会越准。现在还很难预测。好，拄则咱听到的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上新的现场要继续来关心台南市市政府办扣分赛换卫生纸的活动，扣50支分赛就会当换1包卫生纸。无想到，才过19天，已经互人换1万外包，活动赶紧冻点。这款的做法引起了一寡民众伫咧骂讲规定伤过送人，也有人偷食布直接为粪扫桶来扣分赛。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桂亚夫来带来了解。好了，主播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台南市区不少民众正在低头捡地上的烟蒂，人行道、骑楼每个角落几乎都无所不在，可以想见烟蒂真的很不容易清理。市府环保局想了办法，举办捡50根烟蒂兑换1包卫生纸活动，果然民众报名踊跃，不到20天就已经有132万根，也就是说兑换了上万包以上的卫生纸。但这样的量实在太大了，活动不得不停止。其实可以看到呢，要捡烟蒂的位置几乎都在角落里，或者是在花圃的土壤中。但有人发现这当中会有人投机取巧的情况，居然从垃圾桶里拿走再去换卫生纸。若比对其他县市的做法，新北市200根才换到垃圾袋，似乎条件比较严格。但无论怎么比，都已经引来抨击，认为应该从加强取缔以及推广戒烟活动，才能够有效减少烟蒂。好，以上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向上彭林主播。
在社区，另外一方面要来关心政治站啊，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讲故宫的国宝文物会当一概展开来展览，互人讲根本就做袂到。另外，顾问团的总调张善政特别出面来替伊背话，讲到这原来就是所谓故宫的概念。不如个故宫博物院院长吴美彩，伊嘛讲到，其实这老早就伫咧做啊。立法院上新的消息，连线记者肖炳仪来传了解。炳仪。好，主关照呢，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日前抛出故宫一次展这样子的议题，不过呢，遭到外界质疑，蔡政府也直接打脸哦。那么接着呢，在他整个政策的顾问团的团长张善政也改口了，说呢，这个故宫的部分要用透过数位的方式来呈现。不过这可行性跟现目前故宫到底做的进度如何？今天上午呢，这个故宫的院长也来到立法院，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他也说，其实呢，数位故宫或者数位的典藏早就有在做了，带你一起来听。数位典藏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个2%总数的话，这个26.9了嘛，那大概26.5左右。那每一个材质、每一个类别也不一样。譬如说，这个书画已经到了95%，那这个器物已经到85%，图书文献已经到18%。也就是说，而且这些我们现在都已经上网，大家在我们的检索系统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想问一下，他们有提出说现在整个故宫去中国化的问题哦。这个中国就在那里，而且我们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古典艺术精品，这不可能去中国化。好，可以听到呢，这个故宫的院长吴密察呢，他说呢，关于这个数位的典藏，故宫其实呢都有一直在做。那么目前已经做到总数的26.5%左右。不过呢，被问到我这个所谓故宫去中国化的问题，那么他也说呢，其实故宫的文物就是中国的古典艺术经典，但是呢，关于去中国化，再怎么样也去不了，所以呢，没有这样的问题。以上目前现场最新情况，再把时间交还给棚内。多谢炳仪，业界新鲜业界消息来关心艺人张浩全头尾让8年，佫一摆要来做戏剧的男主角，挑战搬一个走路的死刑犯人，和今年金钟奖天后古静雯搬精彩对手戏，两个人斗打甲把，拢会当真自然就进入这个角色。另外，还有王柏杰和范晓萱这实力派演员，同款嘛搬戏搬甲足精彩。这么早要去哪里？我老婆在医院快生了。我要不要信你？配车小六来演出多忙的剧情，艺人张浩全去年结婚做爸爸以后，人生进入后一个阶段，嘛杀出上新的戏剧作品。这摆一个戏内底演舞蹈，有袂少小拍大动作的场面，对伊来讲真挑战。动作的部分就是体力活，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时间比较短，然后所以就会非常的急，然后非常就是高强度的。对，但很值得。要救我的孩子，说成是你。除了相拍以外，还有男女的感情。女主角贾静雯嘛，毋是省油的灯，今年才刚摕到金钟奖，搁再来演悲情母亲的角色，对少年演到老。伫咧戏内底，甲张浩全有真侪对手戏，两个人的默契是安怎培养的？我觉得我们也有自己本身很好的诠释跟化学反应，所以那些东西好像没有太多过多的培养，好像真的就人到了现场，然后跟导演聊聊天，就真的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角色的状态里面了。那男女感情、兄弟之间的情谊嘛爱自然。其中张丽环伫咧戏外口，互人的感觉是真斯文，甲伫咧戏内底做派比相相比，实在是差真多。学坏不用去花多大的力气，离开这个角色比较难一点。男生跟男生建立感情真的是比较容易了，我觉得。然后尤其是我们这部戏的所有演员很难得，是我们大家不管跟萱姐跟静雯姐，我们大家好像都在同一个频率上。只是想跟你这条烂命拼了，但你没想过，老天爷原来没要你死。真大班来咧演出舞蹈阿尼基的查某人，结果甲王柏杰演的细汉的有一段无应该的感情，范晓萱聊落去来挑战亲热的剧情，嘛互人印象真深。自己在演的时候，我没有设定我要怎么样，但是我只告诉我自己，我不要演成怎样。
这一摆导演大胆以顺着剧情发展的方式来咧翕，互演员累积情绪来加添看头。加上张孝全对甲贾静雯实力的大卡交际，嘛互人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健康的话题要带大家关心。一寡人为了要较瘦的，拢无较爱食油草。即马营养师就提醒讲，若是全部拢食三个料理，可能引起到油草食无够的问题，安尼何不拢就较无法度分配。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哎，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我男朋友去上班，谁会在家里啊？只有食物啊，可以疗愈我。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就是忝。忝会当讲是一个人精神无精神，会疲劳，咱讲足忝。嘛会当讲是一个无好的代志，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像咱讲事甲忝。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忝头，就是拄则讲到，会当讲是真疲劳，嘛会当讲是一件代志无好的程度。另外第二个词忝，嘛是同款有这两个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招我去运动，走表走5000公尺，搁再收水收3点钟，实在忝头搁累倒，加连讲规身躯无力，互伊害一个忝。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忝，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有的人为了健康，较不爱食油草；若有的人是想要减肥，就爱买一寡三个便当盒啊。想讲食这三个料理，不二个营养师提醒讲，若是食的这食材全部拢是三个，可能引起到油草食无够的问题。安尼荷尔蒙可能较无法度分配。另外，还有脂溶性的维生素食无够，年久月深可能引起到查某囡仔无月事，也还有钙质食无够。另外，还有可能的贫血。养生饭含3个卵、番薯，还有这个水沙的菜色，含这个低温的禽胸肉，这是台湾这2年来上时行用沙的产业。不过，逐工食这个水沙的物件，敢真正就会较健康嘞？你平常又吃油脂很少，那你本身你的骨质流失之外，你的肌肉也减少，一摔倒的话，可能就骨头直接着地就会骨折。营养分内底油分是咱身体用来制造这个荷尔蒙的材料。若是讲油分无够，安尼就影响到脂溶性维生素 A、D、E、K 的吸收。其中的维生素 A 会当来保护咱皮肤的二能源，甲目睭。那维生素 D 会当来促进钙质的吸收，维生素 E 会当来对抗氧化。那维生素 K 的功能是负责合成、活化、参与凝血机制的准则。也就是讲，若是3顿拢食这个水沙的物件，这脂溶性的维生素是爱靠有油分才会当吸收掉的养分。安尼咱就吸收袂到啊！安尼嘛有可能来致使月经未顺、免疫失调、钙质的吸收无够力，还会引起贫血的问题。这些脂溶性维生素需要有油脂才能吸收。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说，任何的饮食法，比如说像低碳啦，或者是低油啦，基本上它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以长期来说的话，它的减肥效果是不会有太大差别。营养师建议讲，一天咱食的油分差不多是3汤匙啊至7汤匙啊左右，卖当对一寡特定的坚果类来甲补充，千万都唔通有无油的上健康，这个唔对的想法。物件若是伤过头清正，无油无草，安尼颠倒较会枵。一个无张持，就会食就伤济米饭类的食品。要减油分，唔是讲完全唔当食油，是爱食甲拄啊好。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看到观光局，请到专业的人士、专家来做评审，也请民众做伙来票选，进入今年规台湾10间上界101的星级旅社。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我男朋友去上班，谁会在家里啊？只有食物啊，可以疗愈我。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让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生日快乐！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慧叔，您打算怎么做？多接近郭浩森，帮我看着他。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要来看到观光局请产业界政府官员，也有学者专家做伙来做评审。另外嘛，邀请民众做伙来票选，要来选今年规台湾10间上界101的星级旅社大饭店。咱看到其中都有大地酒店、台北 W 饭店，也有美国饭店。这评选的标准，若是检查饭店建筑外形，也有空间规划、路线设计。另外，搁再看客房整理了好也歹，也有人员服务的品质，拢是审核的关键。这个让人敬重的饭店，拢推出这个优待活动。假使若是配合国民旅游补助办法，像讲夜市馆、温泉馆，算的上少会当省2000块。对涂骹存到天花板，4层楼高的唱珠架，声袂少国内国外游客来伫看。这嘛，互大地酒店入选今年观光局选的10大星级旅馆。有一些艺术品的陈设，然后它其实来这边可以放松身心。坐船游湖，伫咧饭店甲花草之间收来收去，花莲理想大地以万坪绿地打造出充满特色的度假饭店，嘛来上榜。未来会有更多创新的想法，希望可以带动整个台湾的这个观光再起飞。这一回上榜的名单内底，佫有参像是大昌9号饭店、丽辉国际度假村、台北的 W 饭店、美福饭店，啊，佫有内埔乐园内底福隆饭店。要入选是真无简单，就要经过3关合3届专家的评审，伫咧建筑设备，包括外观、空间规划、动线设计，拢爱摕到高分。另外，参像房间的整理、餐厅也是游乐设施，这服务品质嘛，拢总是评选的重。后续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行销推广，包括国际的行销，还有旅展的行销。星级旅馆拿到的，会有一些补助奖励的这些规划了。结合星级的旅馆评鉴，佮杀出好康的活动，民众到官网抽订房的优待，上悬会当抵1000块，嘛有机会甲秋冬旅游补助做伙来使用。这一摆来选出各大旅馆品牌来颁奖，除了是提供予旅客选择的参考，嘛会当透过奖励的方式，予各大饭店的业者会当有一个好的竞争。记者综合报道。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
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你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我男朋友去上班，谁会在家里啊？只有食物啊，可以疗愈我。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让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生日快乐！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慧叔，您打算怎么做？多接近郭浩森，帮我看着他。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个案子还是要等总安回复才能继续往下走的。为什么？是副总裁要求的。哎，这里停车，没听到？停车！我们去唱 K， 要不要一起？马东宝回台湾了。我叔叔应该知道吴家是黑道吧？他到底在做什么啊？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含起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铺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今日夜晚8点到10点，请收看中校这期。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周周看，11月2日至12月1日锁定播出，并上网填答人物图卡，就有机会抽中豪华限量商品。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首推行李箱并击倒指定数量的球瓶，挑战失败的人即被淘汰。干什么啦？哎呀，不好意思，好，我跟你讲，你们随便有一个人在1次成功，我就跟你们道歉。试试看啊！来啊，一来，我跟你讲，走了，看他这个样子就过分了。走了啦，走了啦，道歉，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最佳新演员袁腾，蔡佳音，白痴啊！范少勋，邱志，你有没有同理心啊？你再帮我查一次会怎么样？不要这么大声，你这样会。我哪有很大声啊？曾敬骅。11月23日，第56届金马奖颁奖典礼就在台视。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这乌鱼子炒饭怎么这么好吃啊？我在吃一口。食物能温暖人心，让自己不孤单。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怎么样，美不美？
时，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我男朋友去上班，谁会在家里啊？只有食物啊，可以疗愈我。越好吃的食物啊，越能帮助我分泌脑内啡、多巴胺和血清素，让我觉得我是幸福的。生日快乐！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我说，您打算怎么做？多接近郭浩森，帮我看着他。你怎么在这里啊？这个案子还是要等总安回复才能继续往下走的。为什么？是副总裁要求的。哎，这里停车，没听到？停车！哎，我们去唱 K， 要不要一起？马东宝回台湾了。我叔叔应该知道吴家是黑道吧？他到底在做什么啊？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中校这期卫兵做伙翕相抽冠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卫兵做伙翕相，甲相片传去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讨文，就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的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今仔日暗8点到10点，请收看中校这期。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周周看，11月2日至12月1日锁定播出，并上网填答人物。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今仔日就是西洋万圣节，伫咧美国各地拢有万圣节主题相关的活动，像讲纽约就来展览金龟的这个灯会，现场超过7000粒金龟，另外还有用手工雕刻细叉马，也有王牌这大型的艺术品。若加州受灯会表演，看起来真凄笑，嘛有小可恐怖的感觉。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等下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我跟你讲，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台湾好，享受美食又不用花大钱。哇，